谁来做客？万人来了，今日来除了的一个，俺哋头头人讲吼，其实俺哋冇见过倒摆，不过如果有老朋友的感觉，俺哋如睇团讲，一年人都带起物嘅吼。今日咧来宾係下旗鼓文化艺术团嘅创办人团长李永峰先生，欢迎李先生。用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係啊，俺哋好鬼奇怪吼，其实俺哋冇讲见过倒摆，不过如唔定用诶，會嗰種老朋友，你可能就給人這種感覺。我就覺得奇怪啊，咁咩喺我感覺唔上到踢架，我上也有人緣啦，天佢有才氣，啊天上客話講到佢好，啊拉好，天時我呢啲嗬，唔係劇場嘅表演要麼，你嗰種嗰度東西我哋要交集啊，哦，錯嘛，誒，有時班呢，所以同意。我哋都對你是班呢低調的個性嘛，哦，有哈，不喜歡安尼鬼嚇。哦，我覺得你有那個味道，哦，先有安尼屏東綠隊演迷戲。希望係安尼哦，吼，好像有一些共通點。是。不過我哋今年呢，佢提派如係愛家呢李先生嘅一條小物，好來了解人嘅故事，因為睇下第一路係比較後段。好，一個下旗鼓做到幾好嘅情形，不過唔啲也人都會行到一片來嘅。我哋今日路來將論李先生嘅物品來了解，好來看睇行請人嚟處理本案嚟。看下先，對於李先生佢重要嘅物品，還是特選的哦。檳榔，你這個地方。有代表性嘅物品太特別了，攏會係檳榔。講到檳榔吼，人講啊，檳榔樹啊，一節過上天啊。你看到嘅檳榔樹，後來都講啊，紅唇族有嘛。但是我對檳榔吼有另外一種嘅回憶，我嘅媽媽呢都係親好食檳榔嘅人。講到檳榔呢，佢講會講啊，實在有危險啊。也要食品的問題種種，但是我有一擺同我媽媽問起，唔做乜個食檳榔，唔感覺到安尼牙齒有啊，安尼做風風咁好。伊講佢無奈是好，伊講當時伊當伊的想法，雖然安度，我一定要想辦法傳俾人識，所以佢做到行業嚟做安尼8年。精神冇啊，有時候行唔起來呀。伊看到人嘅時候買8年冇精神。所以阿爸都提講，我哋福人出名，談講食檳榔我有精神，伊都食檳榔。還有我哋恆春啦、滿族啦，每個度漢人食檳榔嘅啊，細妹嘅歡迎家，嗰度嘅味道，我本佢家有精神。所以唔係講對下嚟看檳榔，你會感受到嘅檳榔有冇同樣嘅價值。當然人出名會講牙齒有嗰隻，但是漢人嘅細妹人會食檳榔。所以我有時會想，看到檳榔，我會感覺好親切。我會想食檳榔嘅人，也心肚裏啊，背後啊，都在想，唔係能單槍嘅，是都食檳榔嘅念頭，唔單槍啊你。也係幾好嘅故事呢，吼！如果提醒大家講，唔看到有嘅事情，有嘅人做嘅行為唔好，唔過冇想到後背可能有乜嘅原因。我都想我媽媽嘅形象，伊都打插腳，食檳榔，講話過太省，唔過呢，伊乜個會留本愛，乜個好處都本愛，我都有些人都唔是被打過，係連罵都冇被罵過。係唔鬼怪，行係可能也有啦。係哦，咁係咪有？看到一個故事係媽媽為到唔去洗牙齒，錯，嘅係乜嘅原因？也係我也成人吼最 healthy 嘅事情。你都講啊，剛才是檳榔我本唔要做欣賞啦，剛才我本冇面子，我講唔會牙齒有吼，看起來吼食成一樣，一好看嘅啦，乒乒乓乓嘅就有乜嘢？結果呢？伊都阿媽未去教面到呢，去洗拍來，牙齒洗拍槍點啊？洗拍槍嘅時節，檳榔炒唔得咧。
槟榔车的牙齿落黑咩？伊个讲伊个牙齿是用杀灰扛起来有嘛？结果无杀灰的时间，伊都牙齿开始落，吃东西啊摸唔得啊。我讲，刚唔去干，唔会想食槟榔吼。伊讲唔怕唔怕，唔偷食嘅嘢，好，伊咪还可以开始食槟榔嘅。我唔同我样个食，所以现存买给种嘴啊，将要嘅槟榔做啲绵绵，再用个最方做得咧。系哦。毋过我年纪下后，也身体都弱下来，也是一生人来最后悔嘅事情。哇，你看咧，嗰种云淡风轻咧讲吼，毋过很特别嘅故事呢吼，也个槟榔嘅代表性安尼。好，咱来看天气好，李先生带来嘅宠物物品，我讲我基本嘅伊嘅物品都会很特别哦。也系嗰种回拳头嘅嗰种哈。嗰係乜嘅？摔跤，分不出摔跤。唔會人搖搞嘅嗰種摔跤。我用搖搞嘅係中國嘅保定快膠。嚇？頭擺要保護皇帝、保護總統，身邊一定要亞洲人。而亞洲人呢，你係檢審嘅時間，都絕對都要靠亞洲人。伊咩靠多？頭擺 bodyguard。係靠保鏢。靠對保鏢。唔可以好入嘅。希望好講。我都講一樣好，講呢段都地方，我媽媽過上來，我都媽寶嘛，唔係媽寶，食飯時佢洗奶啊，我記得先生哦，可能嚟講，熟讀時轉啊，想講佢唱什麼嘢，我唱西來啊呢，我講我做俾阮夾，我要按會跳，我要唱什麼咯，伊講勇士都唱什麼嘢，係啊，我都問到改唔敢呀，唔係，所以看起來。白淨嘅嗰種啊，秀氣，很秀氣，很秀氣啊，唔好太上。因為媽媽過太上，我都知道過些上啊。結果呢，有一擺呢，我嘅體育老師呢，都愛教柔道，伊都將我拿來盤，盤呢我就生氣了，我就看你啊，我就講，我那時候真的生氣哦，我就講，你給我記住，我一定要回來，我當場地當場。因為太沒有面子了，全班都在看啊。沒有師專哦。師專呢？師專1年級哦。嗆完聲以後，我覺得很後悔。結果這個事情就傳到其他老師耳朵裡，有一個學生跟教授嗆聲，結果那個有一個人就說：沒關係，沒關係，我幫你報仇。我的老公功夫很厲害，你要不要跟他學？我哪裡曉得我老師的老師是武狀元呢？保定快膠的常東升。他就把他畢生的功夫，我是最後一個入門弟子，然後就學了摔跤，然後從這種瘦巴巴，後來就變得小流氓，很厲害的樣子，然後就為了這個走到28歲為止，就夢想就是用摔跤為台灣奪金牌，對，真的每天5點起床，晚上11點練完功，每一天這樣刻苦，真的。練按呢一動年。16歲左右，練到28歲。明年。下沒講笑咧。雙哦，下。但係目標真嘅係愛奧運。奧運呢？好，我哋來看第三項。你中方物品咯，給人的印象有冇嘅？咩同體育有關呢？但是這個看起來也是歷史悠久哦。也啲球嘅吼，強名嘅球。啲球係統一獅第一次奪冠，佢下尾會做大球，很多人都會在上面簽名。安矮佢下尾有留一粒，其他還有王建民的球那些已經被人家拿走了啦。這一顆我就留着。你那時候地位很高嗎？為什麼你有這個球？我講他。迪嘛，美和中學，美和中學所有打完剩下的那些壘包壞掉的，或是球，就會往頭輪去，因為我們老家那邊就是其中一個董事，李惠昌家族。往頭輪，往頭輪去，係乜個意思？他本來就頭輪人啊。然後他那個球棒呢，是小時候我就專門有
整套的球具，但是有点烂。但是整套球具在小时候已经很难了呢。背着球具，手套有没有穿到球棒里？然后拿着几个小兄弟拿着垒包，开始找人家挑战。这一村来比汽水的，那一村比看输了怎么样？以前都这样啊。所以我一直以棒球就是我的童年。小时候会被追打，会被咆哮，都为了这一颗球。路塞的有较的。比咖喱的还要严重一点啊！真的。刚刚总在讲咖喱的哦。在讲咖喱的啊，爱听咖喱，爱都咖喱的啊。我认为啦。所以爱。你过秀气的那种。过秀气啊。他爱轻微虾，很瘦啊，而且我丢球很远。我又有丢球很准这个事情。你可是还有运动细胞哎。有一点啦，那我还有点奸诈啦。就我棒球棒不是买比较好的吗？你们的球棒比我烂啊。如果真的打不到啊，就一支竹筒的呀。竹筒的不是很长吗？可以变胖吗？你会变化球，我有大的那个球棒，谁都按人呢。会不会高头王啊？高头王。不爱讲话了，连骂人都不会骂。我还特别为了骂人。学了好几个月的三字经，一路从学校学回来，还是骂不出口，就不敢骂。你是比较特别的风格哎，高头王哎哈。对，就是你如果说头仑村跟竹田村跟哪一村要比赛，我一定带头啦。带头，然后就开始比这样。唐奕伦可以5号共发，很秀气。那个是黑道大哥的感觉就是做到最高的那一种，50公退斗发，太搞都挺能挨的。跟现在蛮像的。主要是后面有高个子，高个子很高，我们在前面黑黑的小小的，我们就要做到啊。碰到冲突的时候要跑得快啊。讲个奸诈黑暗的。刚过个出的就是很灵活的声音的。爱玩。过去面可能要头前要上风东西路，刚过个出，你身上的规个省中歌场很多彩多姿。原生种的。原生种的。刚刚我哋聊一下，我哋等下讲继续来打嘴鼓，看他生系嘛嘅 T P 的物品可以来讲故事的，先说下查。好。在过去神上面嘛，每个国家的神过去嘛，我哋咧过去用嘅桃花波度，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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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上下去看得到过去上去，还冇这经典。今日我哋咧裏邊係下旗鼓文化藝術團嘅創辦人團長李永豐先生，多多睇團假使冇看一定要多轉去看非常嘅精彩。嗰度暗地嘅事情咧就係其實睇做下旗鼓以前人生如果豐富嘅，弄我暗講嚟做，我哋嚟看一個係人嘅體諒，係咪？體諒。一個團服，應該很多人知道，不過可能還係有嗰種年紀。下旗鼓其實按你看起來也是很有故事，不過其實一笨蛋很客語，而且是很可愛的名字呢。哎呀，也是才是有時間咁樣人那個氣下，都係那有想到要做乜個團其實。佢好教咪都人生咪都讀到興趣有，佢甚至佢想做就去做嘅咪，我都本嘅也都本總控制開嘅啦，總控制有陣驚時台啊有乜嘅他喺度噴發通將乜嘅果樹嚟創結果都前面啲點創控制會上我都講你可能好多人愛嚟探我安尼不錯結果我都伫後背都埋伏嘅，可能好多人用嚟看下價位發通對一種事情天生都有安尼興趣我都伫睇談嚟講，可能好多人講我哋談喎，呀客家節目，好多人啲反應都講，我哋好多人可以看下，可以捏皮下，如果做唔得呀後面飛拍呢用唔來我都睇件事情。而家下係。睇做乜嘅？而家我都專門策展專門客家模擬策展都全部我策展等下
嘛个按到闪亮客家，嘛个真爱码头，真爱迄都全部爱做呀。对，还有一批成立，以前当成立以前哦，还有成立呗，公司目前成立。给他呗。都等于讲你去天数。做一件事情，主办一件事情。给他们都像工作位人啊，全部都是大家年轻小辈了啦哈。他在讲，我都想研究看看，都带你用的上，我都那个好多人讲，刚你不谈有谈东岸的有一路没到都你不看啦。结果当我在唱客家山歌的情歌啦，一路还讲恁客人吼足可怜的啦。拢唱迄个歌足可怜的啦，我还感觉就亲像传遐嘛，跟你讲，我也是唱情歌嘛，个足可怜啦哈，又唔甘意嘅，都问到客家歌咁有可能每摆演出按吹歌，还慢慢看咯，都问到佢嗰度凄美嘅事情。上到老人家叫聊完嘅時候都即句，都講下擺看客家節目吼，愛歡喜，愛樂觀，愛正向吼。個陽光一些，做一個團，好本關閉的馬尾是，伊講一係古咯，你把個名咯，這故事萬人敵咯，我講阿爸，還有官方說法，哈都客家，旗都係高雄市的旗山，鼓都係高雄市的鼓山，客家走出去，國際走進來，安尼好冇？有個官方說法，其實第一想法都這句。都係因為安尼。看到安尼，人哋客家冇表演，本人感覺按吹歌，乾脆自家來做。真係軍工咧吼。我講用講，我叫講，我都會記下嚟嘛，拉大提琴嘛，跟我叫學嘅嘛，也都係音樂部分。結果我嘅堂妹會彈鋼琴嘛，我姐會古箏嘛，他哋都講咧，搓一搓。結果丟吼，本來5、6個啦，見很多，係咪都俾30人嘅？可是有人講學跳舞，我都學跳，都按嚟弄到根本一種狀況，佢係當時唔點樣來啦。你樂器嚟看，睇下先，樂器算嘅幾千萬嘅呢？我算啊，一年要花很多錢，都係是。因為我行咗一條路來嘛，都安尼。哇，幾簡單又幾困難嘅。確實呢，就係唔見家看到種戲，真係就係幾簡單又幾困難。唔見用我行到也係安尼。因為我講，唔講20年，唔單按到生意嚟出去，一年最少2-30轉，一項安全問題都好，一擺都好。我相信到阿彌陀佛咯。這是相信阿彌陀佛咯，我人好擔咯，我用去建造安尼事情，我相信咧，我都蠻擔睇呢。我有問到可能吼，當陣咧有人想寫，所以我都問到講，既然有人想寫，咁我都忙去做，希望有精神體力都做，唔過按叫賺，希望過神奇啊，過有去假美事啊。我哋還有看到一篇有。也金子，嗰啲片，也看起來唔係台灣嘅呢吼，唔係，也係台內，也係賣嘅哈，也係賣嘅，也係我去波蘭國際藝術節，波蘭有啲民俗藝術節，國際性呢，一擺去差唔多11到17個國家，今年呢我帶我全家人去，個下一個團隊去。給我哋天一擺出國，去到波蘭的時間，實在有緊張的啦。又看到歐洲實在是唔是去過咩？又看到乜個都幾新鮮，又夾拍拍的。又唔係講學鳥愛錢，真係唔真實的嗰啲西方的樣嘅，我都係安尼出安尼壓強幾壓強，唔過我有個強聲音的土冇安尼。但是同到全家人去。全家人去到外國，有幾多團員，一種一家人，伊乜個都唔掂，伊也唔掂，我也唔掂，全部都個團結。去到嘅時都像安尼一般的藝術節一樣嘅，去擺甘肅到台灣的重量。假嘅我咩唔點樣嘅，
球迷去的看到波兰嘅表演呢，米斯兰尼嗰邊呢一個廣場，差唔多5000人嘅國旗升上去嘛，每個國家都升國旗嘛。我哋呢國旗用嘅桃花波度，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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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上去看得到國旗上去，係冇一經典。所以下一個禮拜出去，還係會記得嘅畫面啊。就講台灣因為按重要，佢係連掛咗講嘅嗬，嗰種佢青菜啊，我嘛都理所當然嘅佢強盛，但是有時間去到外國看到佢國旗掃起嘅時間，就一隻頭啊，我都有沒講這是國旗歌啊嘛嘅啊，佢下喺外國嘅狀況之下，心情不錯，所以對幾擺開始，我哋都想要將下一句帶向國際。我所以呢，我家庭都將台灣客家當作去教嘅一個重要嘅全家人嘅價值啊。到目前為止，喺度喺對我哋嚟講，佢係家庭最重要嘅一條一個核心。將全家人連接強啊。所以我都講，我最歡喜有穿嘅3個妹嘅，4個妹啦。加上我食啦吼，我感覺目前為止，我免地下一個帶本係乜嘅，至少帶本係啲過圓滿嘅家庭。你當初做下一個嘅時間，師母人家冇聽受嚇，冇反對嚇。幾萬年得啲好受啊！幾萬年都嗰度大家年實出去行咩，又唔是錢。那啲講從經啊創作啊。那啲個總案太棒啊！係啊，你們都課會不出來，所以唔會少啊。但是我即個發現我做啲國家劇院級嘅演出，很多錢，冇300-400萬、400萬根本都開唔得。不管功力好啦，嘅舞台硬體啊，就技術。舞台一態都會發展啊。係嗱，一塊都有限啊，係咪？所以變成也有會埋怨。但是又唔會表現，因為我哋感覺到佢哋嘅職業啦，所以目前都有幾多朋友嗬，老實講哦，一定嗰度應該攀得同埋點數。有人冇係講冇錢，因為有錢人哦，第都係即刻揀，確實明年就揀。但是揀嗬，佢奇怪又冇變故，奇怪嗬，唔想去啲其中嘅奧妙。現在我很需要知道我有啲朋友喺國用劇院嘅董事長係陳志宏董事長來嘅，就陳義亮講伊阿爸呢，就講過一句話，錢啊暗出講來，打步槍啊，暗出講來，啲錢呢阿媽咪啊，安尼付出，來嘅錢都講明正態來。我同講，一句話我做下一句嘅過程，我一路以來，我請講嘅時間，開始社會時間，我都堅持一句話。到目前為止，確實係啊，我真是冇變過苦。當然嗰度朋友同我聽書，我咩唔知點做乜同我聽書，那有乜個前途咯？我曉得花錢咯。做18個獎，嗰等於下個東西冇錯。但是我實在有時間，你講用面皮安盤咯，同人掏錢咯，我想想啊，都未俾到我面子啊，俾到客家人嘅面子。我去俾有人演出，俾到冇錢，所以做出半吊嘅，不然可以有客家人落咗。我連連當人講係使唔走，俾到客家人嘅事情，愛事冇些事。我都想盡辦法，硬爭來爭比好了。當然有人喺我講量力而為，但是我有量力啊，你冇錢我用不量力了哈，還是我可以裝出一道，我都會。咁等下呢，我哋李先生我帶大家去，對於某一重要嘅地方去玩啊，等下都地喺內，先生阿茶。我睇有晒同人哋關係，就從一個隨時喺人面前。我以前太有朋友嘅有嘛，你條出來是冷極，從演出嚟沙巴一樣。佢嘅平庸平庸嘅事實包括人啊，
对基本的感觉，全部跟太湖山有关的。也都係太湖山一片最有愛情的地方，叫做紫心樓。那地方年代也係無意之中啦，嚟到那邊時節，發現那邊可以看到綠隊的光景。當然綠隊平陽對嗰片都一片，也所看到的視野算最太白的。所以對一路看到大路，看到高雄的八五大樓。連我屋企都看得到，高雄的屋企、屏東的屋企全部看得到，所以我來也都算係舒適的啦。一片都係太湖山檔個比如講唔在上去的話，在廟的環路大湖山的山面的，唔過一般來講我講，我哋明日看到太湖山，更加都對人哋看到對面都有啦。太湖山看到下去都外邊啦太湖山北山咧，人都對人轉埋以後都開始北山。對我嚟講嘅話，我係愛看綠隊人嘅生活比如講公園裏綠隊人咧，也要沿着水用嚟開墾啦那邊有那個筆筒啦也想講那個總頭用嚟分布，人家一看呢，就像氣格咁樣嘅。清清楚楚啊！開頭開始講嘅就係一個天真的想法，一個偶然啦一個單純念頭，每個探人咧聊生嘢條路，一句安尼啦，一句，我哋都想去做出一個大家看嚟會歡喜心嘅客家嘅劇團啊，又算樂團，佢冇乜個想法，都幾單純，一個都。5、6個人同我講他講見少見多，到尾加入來是30人嘅家庭，生意都經驗，我們平樣會行到一步。但是都講我始終我同佢講，係咪不是要保持佢個歡喜嘅心？我嘅節目做出來，客家人看到會歡喜嘛？其他促進會引你安尼更加用個樂觀嘅方向來看客人。我哋講就講親子劇其實年代一開始，我哋嘅想法也不過係因為細人喺度學客化，可能需要到大家一個有興趣嘅事情。講就是個奇妙嘅事，按講會掉毛，我目前看到冇安尼狀況，但是我個落力去做。我隨時變嘅項目，我認為也冇要緊我們都係深度裡嗰感動嘅事情，我們希望他人可以分享一種感動啦。唔講做乜個戲劇家啦、藝術家啦，我可能從頭都冇安尼想，我都想盡係可能將好嘅東西分享俾大家。頭到李永豐先生帶我哋去到嗰種嘅太湖山。我唔是去過嘅地方呢，都係我去過北過北太湖山，唔過唔去嘅安江嘅地方我冇去過。嘅我哋北山嘅能力過差都去嘅，按能力過好都北去太湖山。唔過我唔知有安江嘅地方好去嘅，唔過地還可以去那邊閉關安尼。一個是一個阿良哥客人，伊炒到一個。阿美族嘅細妹嘢，按到廿年，伊都味道也嘅細妹嘢，佢嘅一桶流嘅，按到自行流，因為佢家嘅前後掉出嚟食。按浪漫，真是，都見戀愛見偏愛，我都被留起嘅。留起以後，我發現嗰邊可以看到屏東平陽，看家，我每次要關心綠隊嘅時間，我都經常看，原來綠隊平陽喺我面前真是鬼正。你看又有長長，又有溜溜，又有圓圓的海，又有河壩，還有嗰啲筆筒嗰啲竹江咁樣嘅，有冇？又看到嗰啲新筆架動嘅片，又看得到小琉球，又看得到也要
古书太书隔边嘅安尼高平溪嘅沙尘暴有冇？你全部看得多时间，你要感觉去甲我看这个家乡，那我感觉到那做嘛可以啊，係咪？最遠看你咪看得到八五大樓，八五大樓前面嗰度是叫做藝術家。哦，哇！剛我寫了對個故事睇嘅，真的係我嗰度靈感咧吼。這是咧吼，係從前的好所在，第二係個放掉的好地方，不用看。你想啊，乜個太事情，唔講啊，木卡地杯兩公婆吵都變走，大生意乜個喂，因為問題你樣你睇我想看那一點這個，一切祥和有嘛？所以事情親眼一看的時間，乜個太事情就變得細。但是你真是想要認真理解，每個細，你在某個地步都有太事情。所以兩種事情呢互相對話啦吼。所以你講過想去了解事情的時間，如果想對下深究，唔想去表開的時間，你掉過眼啊，乜個事都冇。去到太湖山啊，因為我唯一擺去都係去嗰度屏東有攀太湖山聖陽里嘛。如果到無論係客家好咯，原住民的聲音咧，如果上去，嗰個山峰確實如果連到嗰度原住民，本單都提嘅出民。拄好眼嚟今日你先上面有帶來，提拍你看到啲同原住民有關。唔過唔係漢人啊，我有安尼嘅東西，韓國唔嘅名片。其實睇唔嘅漢名順後有一啲很難念哦，念唔出原住民的名嘅咧。按到拉里灣、馬巴里、馬巴里。哦，你都冇有安尼嘅，這是要不能自己亂取嘛？吼，做唔得。也係你講呢，我發現啊，吼，台灣人啊，相當長途啊，吼。同入嘅原住民有一定嘅血緣關係，甚至係文化關係，包括我哋六對地方嗰啲所謂攀花，嗰啲所謂白宮文化，其實唔認真想咧，做乜嘅中國影響冇？台灣特有。嗰輪從細我讀書嘅時節，行，我唔知入嘅人台有安尼冇啦，我啲人台咧，行出門嘅時節，有時節天氣好嘅時節。喺太湖山嗰種喺人面前，200公尺外嗰種廟嘅多樣嗰種山嘅石吼，伊呢老師地位當真係永遠都唔會記唔得。喺太湖山同人哋嘅關係，就像一個隨時喺人面前，我以前太陽朋友嘅有嘛？你條出來時難記，從人出來沙啦一樣。佢嘅屏東平陽嘅實實包括人啊，對基本的感覺全部同太湖山有關的，所以我都最後看到太湖山，他也能有辦法上到太湖山當講，佢嚟看到我家鄉，也要一看一來一往，會看到安尼心情上嗰種有一種嘅對話，所以還有幾人原住民有幾隔音嘅，唔係做乜嘅。啲我用是看起來都失敗嘅，種錯高幅插掉嘅。因為我認為我係有原住民的血統。某個原因，因為有時節我會做出無該唱客人的樣式，唔係啦。因為我研究嘅台灣文化，我研究族群，所以我會去同不同嘅人接觸。一了解，我能發現台灣一塊土地年代係屬於原住民嘅，還有漢人來，嗰度因為漢人上嘅變嘅個國級樣嘅，嗰個國級，就變成嗰度事情都唔係講，也記唔得講，但是我感覺冇講，不代表冇存在啊。所以還有原住民嘅，如果我對原住民看法，我哋分享，因為我係貴特的信任嘅愛，所以白人。有班我都講，我唔會學乜嘅 Michael 啦、Jackie 啦乜嘅東西，就 Edward 嘛嗬。我講啊，我嘅英文名嘅，我想要用原住民嘅名。用老語話聽起來
因为亲像英文啊，绕日文，有吗？麻烦的哦，绕日文，我的护照英文名不能用这个吗？台湾人应该有去改台湾名啊，唔讲乜个名不让啊，乜个东西，你就提乜个意思哈，干嘛事啊，没按起毛的哈，但是呢，唔讲绕日文有故事啊，雅语有故事，你用唔用台湾的名呢？所以我都讲台湾有一个台湾名，所以嘅也要比尤马部落，也国王都经过部落同意哦，正式命名然后吃主位哦，禀告主人哦，等主人主哋经过同意哦，也要命名的时候要一下帮人哋看呢，係哦，我都帶入去練呢。古說一個咩係部落國王本呢？送係嘅，送嘅。嗱咪咪係啥？你個國王能做得呢？係王族呢？係啲後輪裝飾後古老呢？那個係麻煩啲係是王族呢？還不看個注意啊！叫我冇。有啲單詞過下，原住民啊。做得。咁更加寫故事，你唔係唱客家嘅哦。也好，也係啲怪奇怪嘅人。我因為我細時節，我做嘅人生，我播放有啲102歲嘅阿婆，按到德古書報。我記得蘇貞昌來啲送賀禮，他們佢緊張哦，人種安泰嘛，太了，就可能肉擦擦的，我咪騙你啊。結果呢，人種做嘅，個阿婆都養人一批，一米百多頭殼錢本來啦，用人哋啊，南山地波有冇？真係做南山啊，地波呢，地波就暗台，就拿20元，一太錢呢，點冇咯？頭擺到拿10元，擺拿20元都減埋。我記得工人編的啦，我看到也書房有個事情，我還有人一問，原來我講嘅係台灣族嘅事情，我同講佢哋哦，我不台語嘅哦。哎呀，人哋等下還要叫他吃東西哦，等下看他身後理性上，對於來講有體配英嘅料理係嘛嘅，人哋等下要叫他來食，先食下茶。來，阿妹都講，冇，阿鳳，你嘅皮豬肉俾媽媽食。最好是皮豬肉，皮豬肉一甜的啲毛咯，又滑，你炒這個豬肉啊吼，澀，我。再來做客萬年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夏季鼓文化藝術團嘅創辦人團長李永豐先生，頭都聽到嘅嗰度個奇妙嘅故事，都一團嘅人來叫下來說好食的，來看下是乜嘅哪項菜係對李先生來講有特別意義嘅，人嚟唱處理夢本人，看下是係乜嘅，鳳肉，唔過也係現代版嘅，安尼。因為鳳肉是安尼啦，伊個形式啦真實的鳳肉都挨媽滷嘅鳳肉，挨媽都冇得到開，按叫出過了了過久嘅，喺面下咧又會夾，都鳳肉，鳳肉，挨咩唔知挨對鳳肉按有感情。乜個時節發現呢？我辦起高雄市，都磨啦，太人聲音嚟叫出來吐啊，叫到第3嘅時間，我當午食飯冇？唔會，結果叫我第3嘅時間，要過年咧，隔壁啊嗬，唔知那隻薄裝嘅啦，同埋燜豬肉啦，要標青島酸嘅，你冇落去長酸啊，你冇，真係要米椒頭焗落去啦，可能見你哋門一打開了哦。我叫出來，好想吃，一點香，還想也都係我工人的意思啊。喺隔壁連沙體，我隔壁，太lâu呢，有嘛隔壁連同一層樓啊，伊都聞到嘅，真不裝嘅啦，聞到嘅鳳肉河同阿妹一樣一色啊，
不用真多清算，又不用米酒头有嘛，又不用头油安尼，好都安尼真简单。因为妈妈给米西。操，俺批到向我讲俺听得过来去，过来去讲人啊，俺跪去吼，俺咱同阿哥讲，下摆冇嘢福吼，甲都唔是讲人嘞，有嘅嘢福吼，乜甲都唔是。俺講人都欠嘅福。哎呀，用亂講，件事冇辦法唄，我因為識得到我劇同踢過嘅嗬，件冇辦法，睇幫我都欠嘅福，我真嘅冇騙嘅，嗰年呢是最多煩惱係一台灣講，逢肉逢雞飆上去，所以上去都幾米事，唔講啊，嗰厲害冇嗰厲害，對我嚟講嗬，命樣嘅，就冇嘢行都冇工人啦，你看豬肉咩本來都有醬同皮啊。俺晚上唔敢食皮豬肉，係慢啲麼咯？慢字呢？叫啲兄弟姊妹嗰度嗬，嗰度，叫字八八呢？跟係唔係食皮豬肉個牙把甩牙嗬，牙尾呢要可能比大牙咯。慢字呢？叫字八八呢？係咪？牙尾都講，冇，阿鳳，你嘅皮豬肉俾媽媽食，最好是皮豬肉。我皮豬肉甜嘅啲毛咯，又滑，你炒嘅豬肉啊嗬，澀，你話我，阿妹都錯，阿妹要是皮嘅，我是講咩豆腐好啊，我都米白都剪嗬，阿妹是皮嘅，我都是講嘅，要有樣有這個事情，結果我有效嘅你們咯，我去教書嘅體拜薪水啊，我買一塊豬肉。佢來燜豬肉本牙味，幾塊豬肉全部都皮嘅。我講牙味還是皮嘅啊！我當然買皮嘅啊，下牙味看得到我摸出豬肉個，幾面哦複雜嘅哦。佢講真，按上嘅多係咪咯？啊又講唔用我上按嘅，略記法都叫嘛。我講阿妹，你同我講唔好食皮豬肉，我講昂山叫乜嘢好食皮豬肉，係食得鬼上盤嘅。我講。干要唔要同我講，唔講是皮豬肉，伊講我今日把大本事啊，我給他人啲，一道說啊，23歲，我那啲牙尾其實唔好是皮豬肉，伊同我強樣，先好是醬豬肉。結果我嗬，當真係有效嘅呐，買皮豬肉滿本牙尾食，後來又看有故事同我一樣，我發現當真係牙尾鹹嗬。按樣嚟講，連我愛本好，我都唔本地哦。講食到人面子哦，啱咪食冇人地哦。哎呀，食嗰度事情，食到一定長度嘅時間，連安尼閒來食都唔盼得。用起引來嘅話，唉，所以都會講啊，愛客家也好啦，愛馬文化也好，香港上吼，一個一個阿妹，愛嘅拉嘅向呢，咁人一講愛客家愛馬嘅，啊仔，冇人地也好啦，食到唔怕得講，因為愛上本像。嗰段嘢冇人講下次佢做嘅2萬多錢，8萬多錢又唔講，唔盼得本人講，客家人啊嗬，按財哥，做安尼識到按辛苦，我可以看起來光鮮亮麗，各種陽光正面，我本人提到講做嘢事情係按辛苦，按到愛在，幹嘛要買做？你是3年了嘛？到23歲的時候，你都可以同大家講，我唔好食醬豬肉，我愛錢不愛錢啊咧。我想到我也推，我唔敢講嘅，我想去推後輩人講，後輩後生嘅做入嘅電視文化、影視嘅啦、戲劇嘅啦，各種，我感覺再過幾年，我應該有資格去講。下後嘅想法。我想要將台灣的故事講出去，用可以講的方式都去講啦。我都去打球嘅，我除了打球嘅錄影，
人家打球的苗球啊？苗球，冇新开发的兴趣。我先人他讲，呀苗球哦，还是挺好打，因为冇打输过用哦，人家是冇从三个输，蛤蟆过龟头，哎冇打球的输过用，但是台本时间不能打，哎，去苗球场不能打，哈，我又哎不能打又微微滚，但是那个惨叫中带着非常多的痛快，哦，我打球的都是各种可以在那边发泄啊，过来给不用思考，我尽量不能打，唔理我咯，打苗球哦，5比5平手最好，万一别人赢，快要不小心赢了你，你看他兴奋的样子，你都干嘛啊？根本又做乜个好事情，當然唔係輸咗嗰3次咁樣會盡啦嚇，最後當然輸一些些，我寧可輸一些些，我唔會贏一些些，贏一些些哦，對方會個情況，看到佢贏一些些的時間，我都感覺到哇，世界最完美啊！也都係網球哲學，冇打會差得多，我差唔多會多都輸一些些的。人家人生哲學咩係安尼係咪？我人生哲學，我幾冇哲學，我哲學都3年冇嘢，3年冇嘢，名義都教我用個周年，如何做人處事，全部3年冇嘢教我。當真啊，我可能我要敷臉，我學串珠，我要做瑜伽，很多啲，我嘅想法私底下全部我冇嘢教。嘿哟，伊能問我做一條事情。咁伊能全部什麼都敷臉，我冇敷臉，係咩意咧啊？我要天天敷臉。你講瑜伽以後，爸爸你唔做咯，伊冇想到我識來呢，我要之後做瑜伽，我要之後做啊，你都唔知哦。哇，感覺呀，佢嘅想法還蠻好的呢，你自家感覺，因為更加咧，看你自家更加人生過到。所以好呢吼，幸福，都意外。我們唔係講做下這個，會讓我全家人因為客家，因為藝術，他家人從細傾下嘛，我也是跟他們傾下台啊，所以我哋有嗰度共用嘅記憶啊。過來伊哋喺歌唱地方同我講嗰度話。這一首曲子不好聽呢，又為什麼啦？爸爸那個表演快是拍啦，又扭啦，給你講話太長了，都會有很多因為這個場合的互動。我讓提供，我會接受更多嘢訊息啊。佢其他還係繼續看到嘅李先生有很豐沛嘅創作嘅能量，還有同台灣嘅客家再帶出去，安尼。唔過我要許一個願望。我想我有足夠的創作經費哈，來像義龍的演出買一幅。我很便宜嘅其實。我個笑，唔該笑啊！有時候聽下出嚟，這個。原來有羽毛，因為佢講講帶來很精彩的故事。我很少要抽到面子的。我講，謝謝。我識係麼？我讀幾麼？來蒙色，一個呢冇呢，嗰個保安好色。也係我們都做咗很多樣東西。你是有冇想過？有鋼琴冇想過？所以，這個事情你咧都有。